今日新闻头几声继续来关心建华城案件。民众党的党主席前台北市长郭文哲涉嫌收乌西道里长，而且有可能会倒口径，转去予检方声押禁见。如果是小等的下午8点就会开庭，由这法官来裁定敢要羁押。也若是前台北市的副市长白金星，目前嘛是声押禁见。不过今日下昼煞是因为身体无爽快，先改予送病院。另外，即阵是拢咧风声讲，这专案小组有查出郭文哲有不明的金流，民众党就批评这检方泄露调查内容，小想要牵动案件发展。支持郭文哲的少年族群伫地检署外口挺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因为牵涉到建华城案，去检方声押禁见，伊的委任律师透早嘛，佫出现为开庭做准备。有什么想要帮当事人的？媒体提问，不过律师无加讲。不过台北地院法院初早起8点半开完函议庭了后，律师嘛随亦更加入见，主要就是进行关键羁押庭，一定暗时8点召开。不明金流，好像检方有认定跟金华城的图利之间有关系吗？专案小组查出郭文哲小户内好亲像有不明金流，怀疑甲建华城案有关系，所以检方声押理由嘛认定郭文哲甲前台北市副市长偏金星涉犯道理甲公务人员违背职务、受贿罪嫌重大，涉犯重罪，还有讨口径密情的顾虑。不过羁押庭开始前，偏金星形容身体无拄好，经过评估了后，互人改予葬医。重复身体就是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就不是很好，他常会有晕眩的状况发生。本身是有慢性病，对，他慢性病，然后药只有到礼拜3。面对北检办案，民众党正式回应，否认郭文哲有不明财产，各批评检廉泄露秘密放风声，各积极违法搜查，对郭文哲精神无组织建华城案、甲木区公司等真济案做伙询问，积极是想尽办法要甲找罪名予伊。不过检方是回应，毋捌泄露侦查的内容，是依照证据决定侦查还是询问的顺序。各背回讲，无虾米伫因兜车骨人红，还是钓鱼式的搜查。这700万的依据到底是什么？然后陈佩琪拿大笔现钞到 ATM 存款，金额达上百万元等等。请问这个数字从何而来？我要告诉大家事实。所谓的不明财产，竟然来自于柯文哲的岳父，他已故的岳父，当时他有300多万元的遗产。伫要召开的羁押庭会决定郭文哲是毋是收押，不过案件都还未落幕。各议员亚康，郭文哲卷入第一个菜市场改建案，当时的特别厂商中华工程是隶属维京集团，提出契约，积极涉嫌盗利对方将近50亿。他一听到吴英宁，然后又听到说我提出一个更便宜的版本，在质询台上直接呛吴英宁懂什么哦，然后甚至讲说我有更便宜的版本是指控他们贪污吗？哦，这真的是此地无银300两。郭文哲互人控告真侪件案件，检方持续侦办。进前嘛，阁约谈前台北市民业局长朱阿虎，以证人身份互人询问，查清楚各位上班的经过。询问了后，甲人请回，是毋是甲建华城案有牵连？北检还阁咧调查。民众当时回应两个无牵介。记者综合报道。